遠離塵囂，6天內蒙古純玩之旅，帶你橫跨火山、草原與沙漠。第一站，直抵中國國家地理推薦的烏蘭哈達火山群，踏上仿佛外星球的地表，感受億萬年的地質震撼。接着奔馳進入希拉木人草原，我們以最尊貴的下馬酒禮迎接你，穿上蒙古袍，學習射箭，聆聽馬頭琴，並在無邊草原上騎馬拍照留念，沉浸於遼闊的草原文化。然後挑戰響沙灣金色沙海，包乘索道纜車輕鬆往返沙丘，騎上駱駝漫步，再駕乘刺激的全地形車，盡情釋放沙漠熱情。旅程更深度探索文化底蘊，在專業講解下參觀內蒙古博物院，並特別安排文博下午茶，在藝術氛圍中享受悠閒，全程品嘗地道風味，手把肉、鐵帽烤肉、羊肉燒麥，更貼心贈送防沙裝備、蒙古哈達與小禮。